今天刷到网上不断发布，说各地的确诊都来自新疆，网上的各种吐槽也是此起彼伏，说什么新疆人别乱跑，害得他们有了疫情，这个锅新疆人背不了。作为一名新疆人，听了这些话真的很心痛。那么请问新疆的疫情是哪里来的？2个月前，全国各地游客蜂拥而来挤爆新疆旅游的人们，又有多少游客是从中高风险地区而至的？那时在这里隔离的异常人员可以享受免费的1日3餐和免费住酒店等各种便民服务，离开新疆还有特色大礼包相送。反观其他地区，需要自费隔离住宿吃饭费用自理的地方比比皆是。我们到现在已经配合防控居家2个多月，生活困难，没有收入，全部是生活开支支出。多少老百姓已经弹尽粮绝揭不开锅，多少中小企业和实体店纷纷面临倒闭，又有多少一线抗疫人员为了疫情防控还在日夜兼程继续战斗着。我们扛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下，还要面对来自不同的声音的质疑。我们新疆人也在做着巨大的风险牺牲，离疆人员都是提前报备、提前观测、提前做了核酸检测后没有什么问题才能离开新疆。一座防疫之城一直做到全世界最极致的城市，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子？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？新疆人真的很迷茫，很困惑。